仔女做 present tense 嘅題目，明明揀啱咗用 present tense 嘅喎，但係點解都錯嘅？咁唔抵嘅？如果大家小朋友喺學校英文科嘅成績係徘徊喺合格與唔合格之間，甚至乎分數好低嘅話，咁我希望我呢個頻道可以幫到大家，令到大家嘅子女可以更加快樂、更加輕鬆咁樣學習。一連4集嘅 present tense 主題，今日去到第3集。我哋睇下有幾唔抵先。第一題，馬騮每日下晝都會瞓覺喎，每日下晝喎，即係重複啦。我咪揀 present tense 咯，應該啱㗎。錯咗嘅。睇下第二題啦。阿 Leo 每個月都會有2次喺餐廳度喊嘅，重複啊嘛，我咪用 present tense 咯，點解又錯嘅？第三題啦，每逢夏天我哋都會開窗㗎，年年都有夏天㗎啦，即係重複啦，我咪就用 present tense 咯，又係錯嘅。第四題啦，每一個假期阿 Mr. Lee 同埋 Cindy都會為咗 parties 去準備食物㗎喎，每個假期年年都有假期㗎啦，即係重複啦。點解我用 present tense 都錯嘅？睇到呢一度，好多家長都應該知點解會錯㗎啦。我哋而家好快咁樣逐題講一講。我哋睇下香港小學生最常犯嘅毛病喺邊度。我哋先睇第4題啊，一睇就知啦，串錯字咯，咁咪錯咯。再睇返第一題 ，sleep 漏咗加 s 啊，所以咪錯咯。第二題，哇，今次小朋友好醒啦，識得加 s 喎。不過呢個字 cry 並唔係就咁加 s 㗎，所以錯咗。第三題。小學生通常都會咁噶啦，成日話我漏咗加 s， 把幾火，我係有加，唔係有加，今次加咗咯，咪錯咯。其實咁多位媽咪呢啲全部學過晒噶啦，只係可能放低咗好耐冇用過，所以唔記得嘅啫。只要幫大家溫翻，大家就會記得翻起，啲回憶就翻晒嚟，然後就可以幫到自己仔女溫書噶啦。亦都請大家繼續收睇到片尾，會話俾大家聽點樣幫仔女攞今一集主題嘅免費操練試卷，連答案同埋解題嘅短片，仲有今集主題有關幾時加 s、加 es， 又或者加 ies 嘅筆記嘅。我哋今一集 present tense 嘅主題非常之簡單，咁當然第一件事就係提仔女唔好串錯字啦。好多時候 tense 呢啲題目喺試卷有得抄噶，所以串錯字真係好唔抵噶。另外，今集嘅重點就係當我哋填寫一個動詞答案嘅時候，當我哋喺答案前面嗰個字係 he、she 或者 it 嘅話，咁我哋個答案就要加 s 噶啦。咁至於幾時係要加 es，幾時係要唔要個 y 再加 ies 嘅話，請大家留言加1。咁我哋會將呢一份筆記連埋今集主題嘅操練試卷、答案同埋解題嘅短片 send 俾大家噶啦。當然有陣時老師出題目會有少少蠱惑噶，例如個 day， 老師未必會直接寫個 day 噶，佢哋會轉一啲字眼。或者 he、she 會用人名嚟代替，又或者 we 都會用其他字眼去代替噶。咁呢啲我哋會留待下一集再同大家分享下嘅。多謝咁多位睇到呢一度，希望我呢個頻道可以幫到一啲英文介乎喺合格與唔合格之間嘅小朋友保得住合格先啦。亦都希望可以幫到一啲好低分，例如攞到10零20分嘅小朋友，起碼攞到30、40分先啦。再一次多謝大家收睇到呢一度，下一集見。